大家好，咱今仔日白话字实用探讨吼，要来探讨一个定看到的字吼。先来想一句话吼，我喙若讲，我甲你烧酒来去洗牙齿，咱会安怎写呢？可能安尼写吼，我甲你烧酒来去洗牙齿。毋过若定咧读白话字文献的朋友吼，可能自早就已经发觉到一件奇怪的代志吼，就是即个讲，我甲你即个甲吼。伫过去的白话字文献内底，差不多拢写做甲字。啊，明明咱即摆的人腔口，就毋是讲甲，咱拢讲甲，啊是安那因迄阵写做甲吼。这原因我个人嘛毋知影啦吼。啊，真歹势，我无迄个资源甲迄个材料去甲查出来吼。我敢会当以为讲迄阵的人是毋是讲话就是讲甲字吼。毋过毋管以前人安怎讲吼，因迄阵拢是安尼写。啊，我今日要参逐个分享的一个想法就是讲。我会建议咱嘛是写甲字，虽然讲咱的喙读甲，啊，即个时阵就会碰到一个有人会碰到一个困扰吼，就是讲，白话字咱拢品讲吼，白话字就是漂音的功能真好啊，喙讲啥咱手就写啥，这无毋对啦吼。毋过咱来注意一件代志吼，白话字伊是字吼，即个伊是一个字，伊的角色是文字，伊是文字系统，伊毋是音标的系统。一个文字系统吼，本底就无可能100%对应所有的腔口，甲你作有路的迄种发音的前差吼，这是我个人的理解啦吼。所以这个所在我个人想是讲，伊是一个漂音功能真好的文字系统，毋过伊就是文字系统，伊毋是起来做音标的吼。无咱来去用 IPA 来写就好啊吼，何必着爱用一套叫白话字的文字系统来写代志，是毋是安尼吼？好啊，这是我伫即个方面的一个小小想法，互大家做参考。当然啦吼，虽安尼讲，敢若叫大家讲啊，咱着照古早安尼写吼，哪像无啥物理由吼。这理由是伫遮吼，即个是张如虹先生迄本真好用的台语白话字小词典内底查甲字吼，伊有收7个意思吼伫遮。啊，其中第5个意思吼，即个第5个意思，就是咱今仔日咧讲的即个。我甲伊去看吼，我甲伊冤家迄个甲字吼，文献写做甲字的迄个甲。啊，你看哦，你若写做甲字，你有可能有其他种无共的意思吼，伊意思加较济啦吼。毋过若甲字呢吼，伫同一本书典内底，伊敢若收2条吼。其中第2个就是咱头拄咧讲的吼，我甲你小小来去写是迄个甲写做甲字，其他意思就是敢若遮尔吼，就即个呢，伊意思是少的。毋过因为即个甲字吼，以英语来讲就是 A and B 迄个 and， 伊逐渐出现的啦吼。咱一篇文章一句话，咧凊彩写拢会写到即个连接词吼。所以讲，即个物件伊逐渐出现，啊，咱用一个较少意思的字来写伊，伫写甲读的时阵，伊会加真清楚。吼，啊，咱看一寡实际的例吼。咱伫网络顶吼，咱来查即个甲吼。伫即个台语文的一寡文献，因有收的遮个文字内底吼，会记录。你若出现甲字的吼，你自头到尾去甲看吼，伊差不多9成几以上，拢真正就是咱咧讲你甲我吼，我甲伊吼 ，A 甲 B 迄个 and 迄个意思吼，伊足少有其他意思吼，像说啥物久甲闭吼，啊浸甲起吼，啊啥物高甲少，遮个物件差不多拢是即个意思。毋过咱若来看到甲字吼，伊嘛是收足济，因为甲字嘛足实用诶。啊，你若咧看的时候，你会发觉到伊有足济时阵，伊诶意思毋是我甲你迄个甲。咱来看第句话吼，讲众人看甲目睭花花吼，看甲安怎样吼，即个就毋是我甲你诶甲迄个意思啦。吼，啊，佫有一句做意思诶物件吼，遮。伊讲生仔真贵，即个生仔吼，我有去查吼，我无啥确定啦吼，伊是讲生片啦吼，生仔真贵，人讲煞起到真俗，有教生仔甲无教生仔，计数当然无共款。即句就做有意思诶吼，有教生仔即个教吼，就是送诶买菜教葱仔迄个教，就是咱头拄讲白话字小词典内底第4个意思吼，遮有无吼？一盒咖啡加一块蚵仔吼，阮兜一对咖啡蚵仔真正是安尼来啦吼。啊，啥物加价装啦吼，啊，咱咧讲穿衫吼，迄个安怎加啥物衫，加啥物裤会较好看？伫遮吼，青衫加白裙真好看，遮啦吼。啊，
当然叫教培加等等的意思吼。所以讲，你若以即句来做例吼，你若全部，你若甲即个甲字吼，你若甲即个甲字写做咱的腔口教吼，你即句话内底变，你看起来变成有教生啊，教无教生啊，就三个教做伙吼。啊，你若遮保持本地过去文献的写法吼，写做甲字吼，毋管咱安怎读，写做甲字，伊即个文字看起来就是即组物件吼，甲后壁即组物件吼，有教生啊，甲无教生啊，的介绍就无共款，安尼看会较轻松啦吼，较快看。啊，后壁佫足侪加意思吼，你会发觉着伊拢毋是即个甲字，伊若是即个甲字吼，伊会伫啊遮做注解吼，伊有一个迄落四角形甲圈起来吼。啊，你来看吼，这嘛是。啊，除了这大部分你去看内底意思，伊迄个价字吼，拢是其他的意义吼，其他的意思。所以倒转来到咱今仔日要参大家做分享探讨的，就是讲吼，过去的文献你若去看吼，然后 A 参 B 两个斗阵三角做伙，迄个意思吼，用伊的迄个 and 吼，只要是即个意思，拢会写做甲字。啊，所以我伫遮有哪鼓励咱大家继续保持即个缘分吼，保持即个缘分。以我过去即几冬读甲写的经验吼，安尼真正是会加足清楚吼，加足清楚，因为即个是足接出现的啦吼。啊，伫结束之前，我整理我个人伫即个话题顶悬吼，两点想法吼。第一个就是头拄仔一直咧讲的吼，文字的分工吼。我遮写啥呢？我讲摕字义较少的字。亲像甲字吼，来写较接应的意思吼，亲像 A 甲 B 吼，两个三角做伙意思。啊，另外一个我头拄一直无讲到是这吼，文献快读吼，就是咱咧读文献的较轻松，什物意思吼？咱伫做文化的福建，咱过去互人长骹筋吼，长筋的规身躯筋的长了了，啊，袂晓讲，袂晓写吼，袂晓读，即马咱爱。定定去读文献吼，咱即代的台湾人，咱定定去读英国遐台语文献。伫即个过程内底吼，会当减少读文献的阻碍，是真要紧的代志。意思是讲，咱若惯势参英国文献共款，惯势用即个甲字，咱咧读文献时，因即个是伤接出来啦吼，逐位拢是，你看时会足紧的，你袂卡掉的，你袂夹着即个吼就掉讲，哎呀，是啊，即个甲是啥物意思？啊是啊，伊就是甲，吼，毋免甲安尼。所以讲，这毋是讲什物古早物件较好，毋是吼，这是讲咱即马咧读这个文献，过去文献足济吼，咱读袂了吼，咱拼死拼活读袂了。啊，伫即个时阵吼，咱就是保持即个写法，安尼咱参过去文献就有接吼，较直接的连接吼，较袂有迄种佮计定什物物件伫中的迄个感觉吼。啊，事实上伊嘛有实用的好处啦吼，咱今仔日讲的啊吼。咱用意思较少的迄个字，吼，即个字，伊只要出现差不多，就是 end 迄个意思，吼，安尼就真清楚、真轻松吼。好啊，以上是今仔日参大家分享的我个人观念啦吼。啊，希望有哪会当解决一寡初学者吼，恁咧读白话字文献的时阵，可能会伫即个甲字吼遇到一寡困难。啊，以上分享解说互大家做参考。啊，感谢大家时间，咱后转若佫有机会吼，还佫继续来分享一寡白话字实用面的议题，甲一寡想法。以上感谢大家时间。